没问题，一讲没不客长，能客长，什么话？朋友们呢，都能客长，什么话？没话谁客长？这来电一周内就是高农季节一种不节烈草烽火的个来。这内一周内，这写不完了。这一周内谁狗能间接也中间接不接烈跟来不接烈草烽火烈跟来炒烽火烈烽火烈跟来烽火烈跟来这一周内谁搞农这不这呢草这个不写那个一样不这呢草烽火呢那个来这就是按照 according to 一周内两条理是高农节这这个字写错了，不是字，是句。间接就是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焚祭就是焚祭，这是一种祭祀的和这个烽火就是奉献的东西，跟来东西，烽火的跟来，就这两条道理呢，就是比祭祀奉献的东西呢更重要。间接近就是重要的意思，接就是表示最重要最。这一周内是高农间接不接烈炒烽火烈个来。我们是人类第一分子，别人多有酒，我们多有唱。背呀哈，背呀哈，背着船长民族都朋友少当若马背，能用自茶容
北至老港北路北啊。